牌切牌，都會帶嚟完全唔同嘅遊戲結果。今日你將見到一個驚人嘅現象，無論點樣洗牌、切牌，結果竟然一如既往地精準。我哋而家開始發一條長莊，好啦，呢局係莊，直接發出嚟。閒3點，莊8點，莊贏。9點仲係莊贏，呢局顯示係閒贏，冇問題。閒改莊，輕鬆改變，唔信發出嚟。仲係莊，長龍想要幾長都可以，效果好好。講咗莊贏，絕對唔會錯。